Hot Toys Iron Man Mark 42 2.0 升級重製，一個 USB 為全身供電，擺脫入電地獄。兩種程度戰損換裝，究竟會唔會將 Iron Man 產品帶到全新嘅高度呢？我哋一齊嚟進入今日嘅玩具開箱時間。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Mark 42咧係 Iron Man 3裏面嘅主角裝甲，佢嘅戲份咧相當之多嘅。Hot Toys 喺2013年咧就推出咗 MMS 197D02，第一隻 Mark 42嘅1:6 die cast figure。當時咧就已經有一個戰損換裝嘅玩法。真人頭雕方面咧就係一個頭盔頭雕。後來相關嘅作品咧就要數到去2016年嘅 QS0708，一個大比例嘅作品。身上嘅裝甲有更多嘅細節，可以展開，有燈效，亦都有戰損換裝、汽車電池配件等等。頭雕方面咧亦都係一個頭盔頭雕，兩個作品都係差唔多10幾年前噶啦，的確咧好值得為呢一套裝甲出一個1:6嘅2.0版本。我哋今日要開箱嘅 Hot Toys MMS 759D66B 係香港動漫電玩節2024嘅重頭商品，有分成豪華版、普通版，會場預訂咧仲會有特別版嘅配件，大約係舊年11月排貨。外盒部分咧封面咧就做咗一個 Mark 42嘅樣啦，可以咧見到今次嘅係 Special Edition， 側面見到咧一邊係平時嘅黑色發泡膠盒啦，但係另外呢一邊咧佢就用咗一張紅色嘅卡紙咧去 cover 住佢。咁啊其實咧，如果要 cover 嘅話咧，可以成個全部都 cover 晒，佢會唔會就更加統一呢？咁我哋就用側拉嘅方式將佢攞出嚟啦。攞出嚟之後咧，發泡膠盒上面就有雕有 Mark 42 2.0嘅字樣，分成上下兩層嘅。上層呢一邊咧，可以見到有我哋嘅本體啦，一個空心頭盔啦，真人頭雕安裝時候用嘅頸套，前臂嘅替換件同埋兩對替換手型。下面呢一層咧，首先中間有說明書啦，然後上面嘅呢一個級數咧，就係豪華版重度戰損換裝嘅一啲替換件啦。下面呢一層嘅上半部分咧，就係一啲戰損換裝嘅零件同埋一啲小配件啦。而下面呢一層咧，就係今次呢一個地台啦。咁啊，其實咧最近我都拍多咗短開箱嘅，今次呢隻 Mark 42嘅整個開箱嘅過程咧，其實我一早咧都已經擺咗上 Instagram 上面噶啦。好似上個月咧，我都拍咗有成10條嘅短開箱片。如果大家下次咧係心急嘅話咧，就可以先睇咗我 IG 先，咁就可以先睇咗一個簡單直接嘅短開箱。咁啊，至於依家呢啲長開箱咧，大家都係要慢慢靜候我嘅製作嘅。Mark 42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身上面金色比紅色更加多，係主要裝甲之中用色非常異類嘅一套。玩具嘅裝甲上面本身已經有一定程度嘅戰損塗裝，遍佈全身，例如喺頭盔、胸甲、大髀、正面背面咧都有兼顧到，做得好唔錯嘅。按照官圖，今次身形比2013年嘅舊作咧高大咗唔少，但係我認為更重要嘅係咧金色部分塗裝比舊作咧更加有金屬感。今次呢套裝甲底下咧蘊藏住好豐富嘅細節。首先我哋講講隱藏嘅可動設計，今次仍然保留咗一啲過往Iron Man 作品會有嘅設計，包括咧腰部咧有兩段可以拉出嚟，髖關節對上有兩塊裝甲可以揭起，屁股位置嘅裝甲咧內藏彈弓有活動性，同埋大髀咧有一段隱藏關節可以向下拉，全部嘅設計咧都方便咗擺 Iron Man 最重要嘅爆地姿勢。因為今次手臂部分有電路要通電啦，同時又要兼顧到替換手臂嘅玩法，所以今次咧就冇咗手臂向外拉嘅嗰一段隱藏關節啦。另外二頭肌位置嘅裝甲咧亦都冇咗向上翻嘅設計，因為今次呢一個位置咧要做戰損換甲。我認為呢兩個部分嘅問題都唔大。另外今次比較特別嘅係咧，手臂連接部分有一塊裝甲用軟膠連接住，呢一塊裝甲咧就有一個遮醜嘅作用，遮住咗呢一個連接位，呢一個細節咧做得幾好嘅。第二樣要睇嘅隱藏細節就係全身裝甲嘅展開結構。首先背後中間會有兩個位置可以打開，分別係上面嘅全身供電位，同埋下面用嚟存放閃光彈嘅位置。然後有4塊飛行襟翼可以打開。兩邊肩上面咧，亦都有一塊裝甲可以打開，露出嘅窿位咧，稍後就會用嚟裝肩部嘅迷你導彈炮。然後大髀部分前後側面有4塊裝甲可以打開。小腿部分咧，背後都有5塊裝甲可以打開。第一次打開呢啲裝甲嘅時候咧，係比較緊嘅，係好正常嘅。呢啲裝甲咧，大部分都係先有一段關節要稍微咁樣將佢拉出嚟，然後先至可以將佢旋轉開。大家記得咧，一定要輕手啲，溫柔少少，否則咧都係會有咬斷嘅風險嘅。呢啲裝甲打開之後咧，底下都會有一啲機械結構嘅細節，睇得出咧呢一隻 Iron Man 咧真係做得好仔細。電影入面喺飛機救人嘅嗰一幕咧，就有大約見到唔少裝甲部分展開嘅樣。呢一啲裝甲咧有輔助 Iron Man 飛行或者增加阻力嘅作用。玩具上面更大嘅功用咧，係為呢一隻玩具增添機械感、寫實感，同埋俾大家搭配埋呢一個燈效嚟玩嘅。
咁講到燈效嘅部分咧，頭先 USB 位置一接上一個 USB-C 咧，全身就會同時着燈，包括雙眼、心口反應堆、雙手同埋背後飛行襟翼底下嘅白光，肋骨位置、大髀、小腿部分嘅藍光，一個 USB 位一插即着全身嘅燈，呢一個咧應該係 Hot Toys Iron Man 粉絲咁多年嚟夢寐以求嘅效果，我哋終於擺脫咗入電地獄啦！而且咧仲可以方便做到長期嘅亮燈展示。其實 Hot Toys 近年好多嘅作品咧都有做到 USB 全身通電，包括我哋之後會開箱嘅 Iron Spider。但係 Iron Man 作品做到呢一個效果，呢一隻咧應該係第一隻。我冇諗到嘅係咧，連頭盔都可以做到，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會有一啲注意事項咧係必須要知道嘅。首先咧，雙手咧記得要插緊啦，裏面嘅金屬片咧先至可以接觸好去導電。然後咧就係替換頭部嘅時候掹出嚟，盡量小心少少，裏面咧有一條電線嘅，同埋電線咧要避開頭頸嘅球形關節，唔好俾球形關節夾到，以防咧電線會損壞。安裝嘅時候咧要用磁吸咧對準嗰個通電位裝好。除此以外咧，我認為呢一個供電系統剩低嘅唯一缺點咧就係呢一個插頭位置喺後背中央有啲高啊，展示嘅時候咧 USB 線咧有啲難收埋。後續嘅 Iron Spider 咧就將嗰個插線位置咧做咗喺腳跟，相對咧明顯好多嘅。咁希望將來嘅 Iron Man 作品咧都可以向呢一個方向發展啦。跟住我哋嚟睇一啲同裝甲相關嘅替換配件。首先有會場預訂特別版嘅配件，一個空心頭盔。呢一個頭盔咧左右大約可以打開到呢一個角度，可以見到裏面銀色嘅機械細節，連頸部裏面咧都係空心嘅。然後咧可以將頭盔頭雕嘅面具拆落嚟，磁吸上去完成佢。除咗完全打開咧，你亦可以選擇咧只打開個面具，或者組合翻做一個完整嘅頭盔嘅。頭先肩部裝甲可以打開嘅位置，可以插入肩部迷你導彈炮，兩個炮咧都會有一個旋轉關節。然後前臂紅色部分有一塊磁吸嘅裝甲可以拆落嚟，底下有機械結構啦，同埋電線嘅細節。呢一度咧就可以磁吸安裝一個展開狀態嘅前臂護甲。呢一個護甲上面有一個轉軸，可以用嚟調節角度，裏面就可以插入一粒導彈，模擬出一個發射前臂導彈嘅狀態。最後咧有打開同埋收納兩款狀態嘅閃光彈。喺電影裏面咧係 Tony Stark 交俾小男孩 Harley Quinn 用嚟對付壞人用嘅。電影裏面咧就有拍到佢收納時候嘅狀態，而玩具上面咧同樣可以將閃光彈收納喺背後中間嘅收納倉裏面。嚟到今日嘅重頭戲戰損換裝嘅部分，首先我哋嚟玩輕度戰損嘅替換。拆咗磁吸面具，可以見到咧面具底下有做到一啲機械嘅細節。換上戰損面具，替換兩邊用球形關節安裝嘅肩甲，替換雙手二頭肌同埋前臂嘅4塊裝甲。呢度咧全部都有磁吸嘅設計嘅。最後替換胸甲位置兩塊裝甲，呢度兩塊裝甲咧都用咗榫位插件嘅方式去安裝，中間部分底下咧有好豐富嘅內部結構細節。就係咁樣咧，輕度戰損替換就完成啦，非常非常容易嘅。全部嘅戰損換裝咧都集中喺上半身，胸甲部分我認為做得最好，左邊穿嘅大窿同電影畫面裏面咧非常相似，右邊嘅一啲裂痕嘅形狀咧都算係有電影根據嘅，而肩甲部分咧就會多咗一啲裂痕同埋凹痕，手臂損毀位置咧會露出底下嘅結構，邊緣咧有橙色嘅上色，咁啊可能喺度模仿緊一個燒毀嘅效果。呢一個顏色咧我認為遠睇都可以嘅，近睇咧就麻麻地啦。不過呢一度咧就連底下隱藏嘅機械結構咧都有提前做咗配搭好嘅上色，呢一個位置咧係幾細心嘅。但係面具嘅戰損咧就好奇怪啦，雙眼上面做咗兩條裂痕，好似係俾啲咩野獸搲出嚟咁樣，咁就完全繼承咗2016年 QS0708嘅嗰個戰損面具設計。但係其實翻去睇電影咧，就算去到最後裝甲自爆之後咧，面具嘅戰損咧從來都唔係呢兩大條痕嘅。呢一個戰損設計咧當初咧唔知係從何而嚟啦，但係佢今次咧竟然繼承咗落嚟。呢一個位置咧我個人嚟講咧唔太喜歡嘅。最後喺呢一個戰損狀態之下咧，仲可以配搭玩一個汽車用嘅電池配件。喺電影裏面咧 Tony Stark 咧就用過呢一個電池為 Mark 42臨時充電。電池嘅款式咧做得好似，上面有紅黑兩條線，可以塞到去中間裝甲嘅底下。可惜嘅係咧電池咧佢冇專用嘅手持手型，咁就要用可動手指嘅手型去拎住，唔係好方便，而且亦都冇辦法可以塞晒4隻手指入去嘅。頭雕部分今次有一個全新嘅真人頭雕，選擇咗一個嘴巴微張嘅表情，面上面做咗一啲污漬、汗漬、受傷流血嘅上色處理。呢啲部分咧都做得好真好寫實，五官輪廓咧都做得唔錯嘅。某啲角度睇咧會特別似。今次咧仲有可動眼球功能，磁吸分件嘅隱藏咧做得非常之好，眨眼間咧根本就揾唔到嗰個分件嘅位置。換上真人頭雕嘅時候咧，要先裝上一個軟膠頸套，然後就可以裝上真人頭雕啦。裝上之後，我認為頭身比例係好睇嘅。最後到重度戰損換裝，今次除咗頭先嗰兩塊胸甲之外咧，上面仲有一塊胸甲咧都要替換嘅。呢一塊胸甲咧就做咗磁吸嘅設計，拆落嚟之後咧可以見到底下更多嘅細節。換上嘅戰損胸甲咧有做到一塊食黑片嘅細節。
換好之後咧，今次真係會暴露出底下嘅機械結構出嚟啦。然後右邊肋骨位置咧有一塊磁吸裝甲咧都可以替換，左手側面咧亦都有一塊裝甲咧可以拆落嚟換上戰損嘅版本。呢度咧可以見到咧底下有預先做好咗底衫同埋皮膚嘅細節。最後咧就要替換佢整隻嘅右手，戰損右手嘅結構咧係喺手臂上面套上一個兩段嘅機械外甲，上面有一啲紅藍灰色嘅外露電線，底下嘅皮膚咧用咗包膠，上面嘅衣服咧亦都係真實嘅布料，扭動嘅時候咧就可以聽到裏面用咗齒輪關節。呢隻手臂咧仲有兩款替換手型，裝上身體之後換裝總算完成啦。呢一個重度戰損換裝咧係豪華版獨立嘅內容，要形容呢一個換裝咧就真係損手爛腳啦。但係我認為咧呢一個換裝係好睇嘅，係有趣嘅。翻去對比翻電影咧，就算去到電影最後 Mark 42自爆之前咧，呢套裝甲咧都冇損毀得咁嚴重嘅。呢一個概念咧其實係嚟自電影嘅兩款海報，可以見到咧戰損嘅位置咧完全一致。翻轉頭睇咧，亦都可以發現咧真人頭雕嘅戰損塗裝咧同樣都係嚟自電影海報嘅。喺電影前段 Tony Stark 屋企俾人轟炸之後咧，佢個鼻咧已經受到傷噶啦，然後由中段去到結局，佢嘅左眼下面咧一直都有一啲血跡，而呢一個真人頭雕咧就完全冇晒呢啲血跡，反而你去對比翻個海報咧，嗰啲血跡咧都算係完全一致嘅，甚至我認為今次呢一個真人頭雕整個連埋個表情咧就係以呢一個海報為藍本去做，反而我哋翻去睇翻兩款舊作嘅真人頭雕嘅戰損塗裝咧，先至係符合電影裏面畫面嘅款式嚟嘅，所以我個人按邏輯合理嘅猜測咧就係咧，今次呢一隻 Mark 42嘅作品咧係先做好咗本體同埋輕度戰損嘅換裝，然後參考電影海報做咗額外嘅重度戰損換裝，包括真人頭雕同埋暴露手臂，然後再將呢一個額外重度戰損換裝咧擺到去豪華版，但係咧又將真人頭雕咧下放到去普通版都有，所以先至形成最後嘅呢一個狀況。我個人少少嘅意見咧就認為啦，真人頭雕咧既然連普通版都有，始終我都覺得咧嗰個塗裝咧跟翻電影畫面嚟做咧係會好少少嘅，咁樣先至算係電影還原。依家嘅做法咧就有少少好似玩咗一個概念藝術咁樣，咁啊唔知道各位觀眾你哋點諗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最後豪華版嘅內容咧，仲有呢一個地台，呢一個圓形平台模仿咗 Tony Stark 實驗室地面嘅款式，整個平台咧都有做到一啲鐵鏽嘅上色，底下有一啲垂落嘅電線細節，中間做咗一個球形關節，令到整個平台可以傾斜，插上 USB-C 咧就可以啟動上面嘅白燈同埋底下嘅黃燈，黃燈部分喺下面彌漫開嘅效果咧都幾唔錯嘅。今次嘅新作咧睇得出有從1:4嘅作品裏面咧吸取咗唔少嘅經驗，同時有一啲做得唔好嘅部分咧亦都延續咗落嚟。戰損換裝嘅設計咧令到今次呢一隻玩具嘅玩法更豐富，但係始終最大嘅重點咧仍然都係 USB 全新供電，呢一個咧係技術上嘅一大突破嚟嘅，無論係對把玩定係對長期展示咧都有好大嘅好處。單係呢一個技術嘅出現咧已經足夠構成一個理由咧去將全部嘅 Iron Man 作品再翻新一次噶啦。咁啊睇嚟咧未來嘅路咧仲係好長嘅。今次呢一隻豪華特別版嘅預訂價錢係港幣3180，我哋頻道俾佢嘅評級係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Mark 42最大嘅特色咧，其實係佢可以分拆組裝。近年好多 Iron Man 同埋 Tony Stark 嘅產品咧都出咗 2.0 嘅版本。依家咧上有 MMS 191裝甲實驗室場景嘅 Tony Stark 咧，仲未出過新版。如果可以出一個 2.0 版本嘅實驗室 Tony Stark， 再加一個拆甲 Mark 42嘅玩法咧，相信咧會相當吸引嘅。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開箱同埋玩具情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